后来这个7月半中原普渡，家家户户拢捧出着好料的来请好兄弟啊！彰化县的丰原、外海，大部分的村民掠鱼为生，因普渡的贡品拢是因家己落海掠到的海产，有帝王鲫、有大龙虾、有红鲫等等，真澎湃。唔那真有生意，嘛来展现着讨海人海派的气魄。中原普渡彰化丰原这个庄仔头普渡品的阵容真正是有够强，镜道顶拢是海产，有6只帝王蟹，有12只的大龙虾，加几10只红鲫毛蟹，拢料理好啊，芳公公、芳上刀，看起来真澎湃，敢若看到好人强要流喙烂。有人讲这道是好兄弟的疼风道。有诶家己买啦，有诶像我是拢家己掠，家己土啊掠着啥物我摆啥物安尼。我讲我有帝王蟹啦，今年较无人处理啊，海啊，较澎湃啦吼。对，无咱较澎湃啊。彰化丰原是外海，所以讲在地人大部分是以掠鱼啊为生。当年普渡时，讨海人拢将家己掠到这个机会呢，做贡品来祭拜好兄弟啊，祈求来年丰收。今年普渡是一年比一年较澎湃，要海产摆满满百对，数量都超过100对。因为今年因为疫情，地方的强调缩减普渡的规模，避免群聚，敢若头家、炉主，才会使将这个普渡品摆出来，剩较无50度。所以讲场面无像英贵遐大，因为气势同款有帝王蟹、龙虾、红鲫拢芳上刀，生意十足，嘛表现出讨海人海派气势。